中国出头真济，有一个中国人坐小三通来金门，今仔透早举一支旗仔，顶头是台湾国旗和中国国旗印做伙。这个中国人行入去金门县府乌白蛋统一的宣传单，移民署调查确定伊违反两岸条例，甲伊赶出境，限制伊2冬内袂使过来台湾。光一面是中华民国国旗，一面是中国五星旗的旗仔。这个中国籍姓罗的查甫人7日早起，真大班的行入去金门县政府的大门，佮开始等真济统一台湾的传单，造成民众的议论。随后警方带回警讯。从那个马路上先撒了一次，然后直接走进来，去那个前厅的大门口也撒了一次。移民署调查了后，确定伊用旅游的名义经由小三通到金门，伊煞做加入境许可无共的活动，所以照两岸条例送伊出境。大陆台独，两岸和平统一。有4个移民署人员陪伴伊去坐船，伊半路姓罗的查甫人，佫一直放声话，讲号做伊是和平统一的推动者。移民署讲，会依法管制伊2年袂使过来台湾。厘清如来台之动机及目的。如然嫌为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，查一下说这位卢姓男子他是不是有邀请单位？因为陆客来台很多，他背后都是有邀请单位，我们会请邀请单位说明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对邀请单位也要有一定的裁罚。另外，这阵网络流传真侪通奸的 App， 进前中国网友推出几家 App 了后，台北市员阁发现一款台湾刀型网页 App， 会当邀请朋友，还会当透过微信捐钱，引起质疑。很有可能是为了要骗取民众的个资，以供后续作为一些非法的利用。那同时也不排除可能是想要在台湾发展组织，作为吸纳成员的一种手法，产生纷扰的一种认知作战。刘委会指出，这种 App 好亲像是为了诈骗民众的个资，而且警察调查机关去了解相关的手法，是不是有牵涉到诈欺危害防治条例，也甲国安法法典组织罪这的罪责严格查办。记者采访报道。